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洪珊珊老師。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誰偷走了你的專注力》，作者咧就係約翰海利。唔知道大家咧有幾耐咧冇一次過一氣呵成咧完成睇完一本書咧，或者有冇試過有一日係唔覆 IG 嘅訊息或者 WhatsApp 嘅訊息咧，甚或之乎係，其實大家有冇發現咧，放學嘅時候，當我哋寄存咗手機嘅時候咧，我哋咧會唔記得帶書翻屋企，會唔記得帶當日要做嘅功課翻屋企，但偏偏咧，我哋係從來都唔會忘記自己嘅手機，因為咧，我哋個心好想咧，即刻咧就去使用嗰部手機上網啦，睇各種嘅新聞。如果咧你有以上嘅問題嘅話，相信咧其實咧你已經咧有咗作者所講嘅失去專注力嘅問題啦。呢個作者咧，其實係一個咧記者嚟嘅。佢咧喺書入面咧，佢就發現咗咧佢嘅侄仔咧就有呢一個咧專注力不足嘅問題。咁唔係佢天生有專注力不足問題喎，而係佢隨住咧玩手機，佢慢慢咧改變咗佢自己咧嗰個專注力啦，越嚟係越差。所以咧作者咧就做咗一個咧實驗喎，就係咧揾咗一個禮拜啦，就完全唔使用手機同埋唔用所有嘅電子產品。喺呢一個禮拜，佢非常之痛苦啦，好似戒毒咁樣。日日都喺度諗緊，會唔會有啲咩信息佢 miss 咗，係佢唔可以佢係失落咗咧？會唔會有啲乜嘢係我冇覆，但係影響到其他人咧？咁結果係點？我相信咧，大家都估到。而咧，佢咧曾經咧都認為一心多用咧，其實係一個好叻嘅表現。但係經過今次嘅實驗之後，佢發現其實一心二用咧係一個失去專注力嘅一個極大嘅表現。我咧就好希望咧分享下呢一本書咧，有啲嘢咧要提醒大家，而呢一個咧亦都係非常之有趣。相信咧大家覺得咧失去專注力咧，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同我哋用手機啦，用得太多手機啦，不停咁覆訊息係有關。但係咧作者咧亦都提出咗另外一個好特別嘅觀點，原來咧現代化嘅加工飲食咧都會導致到我哋失去專注力，係咪好得意咧？作者咧喺入面提到，原來食得多漢堡包、薯條、可樂係會剝奪咗大腦嘅正常發展，亦都咧會令到咧身體咧要利用所有嘅能量咧喺腸部嗰度咧消化啲比較難消化嘅物質，以至於我哋嘅腦部咧就出現咗咧一啲唔能夠思考嘅狀況。所以咧呢個就係作者提倡我哋咧，如果我哋要有專注力，其實咧我哋就要食得健康。希望咧各位同學中午嘅時候可能咧都要揀翻一啲健康嘅食物嚟提升自己咧下晝上堂嘅專注力。另外咧，作者亦都仲有好多好有趣嘅點子，例如咧佢就話咧請大人咧唔好阻止同學發呆啦，亦都咧唔好阻住大家咧係去打籃球啦，做唔同嘅唔同嘅遊戲同埋玩樂。我入面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好得意嘅點子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咧去到圖書館啦，去借閱呢一本書。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